3、4、5、6、7，多勞多得。錄緊噶咯喎，錄緊啊！係啊，錄緊啦。歡迎翻嚟交友廣場，今日我哋 full team 上陣。Hello，大家好啊。 Hello，哇，真係咧，嗱，而家節目做嗰陣時啦，就已經咧美國咧向呢個伊朗咧就開始呢個攻擊咯，而伊朗咧亦都向美國咧做咗一個報復攻擊咧，打中咗佢一啲艦隊嘅總部，驚唔驚啊？驚喎，如果錯卡他嘅話咧，咁咪死緊。唔使驚啊，嗱，因為咧喺嗰度附近嗰啲國際機場啦，其實已經咧停運咗啦。而香港嘅新聞咧都有講啦，就係好多班航班咧已經係要改路線啦，郵輪都要改路線啦，真係打得好犀利。我都睇過啲影片咧，哇，好似打 game 咁樣，嗰啲飛機又中飛彈啊，嗰啲戰艦又係咁射嗰啲咁樣嘅導彈出去啊，好誇張。即係個戰情都幾激烈喎。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諗住呢段時間會翻香港嘅話咧，買機票嗰時都要留意下。係啊，即係要可能係睇一睇你喺邊度轉機啦。嗱，如果咧有一啲航線啦，嗱，你自己知道啦，可以填嗰個航班嗰個編號咧，去睇個航線啫嘛。經邊一啲咧係高危嘅地方啦，嗱，自己小心啲，唔好貪平噶咯。除咗呢一邊嗰個戰場咁激烈之外咧，我哋英國都有個好激烈嘅戰場喎，馬奇哥。係啊，即係除咗咧 book 機票要緊張之外咧，嗱，聽到我把聲都一定係講 ILR 噶啦，好多跡象顯示咧，其實而家咧預約啦，無論係搶快證啊，預約去打手指模啊，甚至 live into UK 咧，而家都出現一個好緊張嘅情況喎。仲有咧，就係就算你攞到永居啊，而家嗰啲人咧都係要申請入籍咧，爭崩頭喎。講起呢個打手指模啊，係啊，最近咧嗰個 TLS 個網咧都死晒。就算咧你搶到個快證啦，有啲人咧都 book 唔到嗰個手指模。其實 book 唔到手指模啦，其實你就算搶到快證咧都係冇用，因為咧你係要完成咗個打手指模呢個過程啦，咁其實先至係將成個 ILR 嘅申請咧係完整咁提交嘅。咁咧就可能因為太多人同一個時間去預約啦，所以搞到咧個 TLS 個網站咧最近都成日出現個問題。有時咧有死畫面啦，有時有 error 嘅情況，即係搞到咧好多嗰啲申請者咧，其實都好擔心，因為咧你如果一家大細申請 ILR 嘅話咧，係要每一個家庭成員咧係要同一個 time slot 嘅。如果咧你其中一個家庭成員係唔可以喺同一時間完成呢個打手指模咧，其實係會令到成件事咧係更加複雜㗎。所以啦，我又奉勸大家，其實咧如果係搶完快證啦，就真係要盡快去搶埋呢個打手指模嗰個過程。我又見到有其他人啦，又講話，因為咧試撳咗好多次唔同嘅 time slot 啦，想試下睇下邊個時間比較好，佢俾個網站咧 block 咗1個鐘。咁其實咧，如果你俾人 block 咗1個鐘啦，其實你會輸蝕咗好多嘅。咁嘅話咧，而家個情況咧，真係好似我1個月之前咁申請咧，已經係有好多變化咯。同埋咧，我聽講話而家咧，就算係 live into UK test 啦，去做 booking 咧，都有一啲新嘅情況喎，係咪啊？係啦，咁咧我就啱啱考完呢個 Live in UK 啦，真係險過剃頭啊！點樣險過剃頭咧？就唔係考試嘅內容，而係咧我哋發現，當我哋考完之後咧，就好多朋友反映翻咧，就話佢哋咧而家想去 book Live in UK 嘅考試咧，但係就發現好多情況都係爆咗 book 唔到喎。我諗咧，主要啲人講啦，反映翻 book 唔到咧，都係比較多係 Scotland 嘅 centre 咯，即係例如喺愛丁堡啊、Dundee 啊、Glasgow 咧，咁啲人反映就係去到嚟緊4-5月咧，啲 booking 都係唔知點解 full 晒嘅，一個位都冇。而我自己都嘗試去撳下啦，睇下係咪有咁嘅情況，又真係喎。咁但係因為礙於我自己都係啱啱考完 Live in UK 啦，咁我個 e-visa 咧可以 show 到顯示嗰個時間咧，可能就去到5月咯。咁我就睇唔到5月打後咧啲 centre 係咪 free 翻出嚟。咁呢個情況咧，啲人就好擔心啦。咁佢哋咧有人咧嘗試去打電話去Live in UK 個 hotline 啦，睇下係咪真係，因為上網係純粹上網啲 system 問題啊，定係真係冇位？嗰啲 centre 嘅員工係的而且確答佢係因為 full 咗，所以就 book 唔到。
但係你又知道英國咧一個人嘅回應唔等於係真實咯，即係可能有其他嘅答案都唔定㗎嘛。咁我都有睇一睇 Manchester 嗰邊嘅情況啦，我發現其實去到成個3月都係 full 咗咁樣嘅，即係我就咁上網睇啦吓。咁我見到其實 list 都仲有啦，咁 Manchester 就可能去到4月先有期咯。咁如果大家真係需要去 plan 定考 Live in UK 嘅話咧，咁可能就要早少少去到籌劃啦。咁住曼城嘅朋友就相對上幸福喎，其他人咧佢要等到5月都好耐喎，真係等得。都係㗎，即係如果我諗好多人嘅 ILR 嘅申請都係嚟緊呢半年啦，可能就可以 apply 喎。咁所以你都要預返一個啱嘅時間去考 Live in UK 咯。冇錯啊，不過咧，即使攞到永居嘅聽眾咧，你哋都唔好太淡定喎，因為咧，我最近咧應該都係前日啊，睇到《金融時報》咧有一篇新聞，佢就話咧，不論呢個永居啦，甚至係入籍咧，呢個申請咧，去年啊2025年咧，個數目咧都激增喎，咁啊有好多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呢個工黨政府咧其實都好致力咧去收緊呢個移民政策啦，大家都知啦，成日都講啊咩 B1 轉 B2 啊，又話要有貢獻啊成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咧，嗰個Reform UK 啦，呢個改革黨咧其實一直咧都講緊咧話，不如咧我哋咧廢除咧呢一個咁樣嘅永居嘅身份啦，令到咧移民嘅人數咧就大幅減少。咁呢個新聞咧就話啦，喺英國申請公民入籍嘅數目啦，其實就去到咧9萬幾宗，咁就相較喺前一季咧就增加咗成44%，真係好瘋狂喎。呢個咧亦都係2004年啦有紀錄以嚟啦最高最多嘅申請嚟嘅。咁係咪真係反映好多人就係擔心永居 ILR 呢樣嘢會被取消，所以就嗱臨不如攞埋個 passport 先啊？冇錯啊，其實喺英國咧，即係攞住外國嘅國籍啦，而擁有永居身份嘅人咧，一直都好多嘅。咁因為咧改革黨咧佢有呢個咁樣嘅倡議啦，就嚇到咧好多人咧就不如咧係提前啦攞咗公民身份先，希望咧佢哋咧喺英國嘅權利咧就得到保障。咁啊唔講你唔知喎，你估下咧喺英國咁多人申請入籍啦，最多係來自應該咁樣講。最大嘅升幅係來自邊個國家嚟嘅移民呢？我有諗過係咪印度嘅，但係會唔會印度係比較早期呢？會唔會係非洲啊？非洲都好多人過嚟喎。其實最多咧就係意大利，據聞咧就話咧升幅啊有成84%啊。其次咧就係印度都係硬嘅，有上升咧55%嘅趨勢，估你都估唔到喎。原來美國想做英國人都有成42%嘅升幅喎。咁原因咧就好簡單嘅，因為咧 Trump 咧入主白宮之後啦，美國政治咧嘅氣氛咧就越嚟越緊張，好多人咧都好驚留喺美國就會出事，咁咧就話覺得唔舒服啦，住得情願咧去英國咧就避險。係咯，我都有聽聞咧，就係譬如美國嗰啲LGBT 啊嗰啲人士啦，比較傾咗嘅一啲市民啦，甚至荷里活啊好多明星啊都會好反啊 Trump 大部分嘅政策啦，亦都譬如一啲少數族裔啊嗰啲，可能都真係會考慮移民嚟英國，即係唔想留喺美國啦，唔知係咪一定會嚟英國啦。所以咧，移英港人咧就要知道啦。其實而家咧申請永居啊，或者之後申請入籍咧，都唔係淨係同移英港人咧係鬥快嘅，係同緊咧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咧係鬥緊咯。我想講多一樣嘢咧，就係話呢一個新聞咧，其實有講到佢嗰個入籍啊永居嘅申請咧，雖然係急升啦，但係咧成功批出嘅個案啦，反而咧係比往年啦係跌咗10至13%嘅，咁反映到咩咧？就係話咧，其實英國政府咧已經無聲無息地啦做緊一樣嘢，就係將審批嘅規格啦提到好高，令到所有嘢咧都嚴謹咗嘅。究竟係咪有特別嘅意圖咧？定還是係人手不足啊？如果係人手不足嘅話，又會唔會造成好似加拿大救生艇咁樣，會有一個好大量嘅 backlog，令到好多人咧明明係符合資格，但係咧都攞唔到想要嘅永居啊或者係入籍身份咧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咧，移英港人係必須要留意嘅。咁講到咧，即係申請永居方面啦，其實都要講一講啦。我哋2個禮拜之前啦，都拍咗一個懶人包啦，就 step by step 咁樣咧，教各位攞住 BNO 移民嘅香港人啦，點樣咧係喺 Home Office 嘅網站嗰度咧係
申請呢個 ILR 英國永居嘅。咁裏邊咧仲會提到啦，係點樣去搶快證啊，點樣咧係可以順利咁樣咧係約打指模啊、影相啊等等。所以如果你係準備緊或者將要申請呢一個英國永居嘅話咧，千祈咧就唔好錯過呢個咁有參考價值嘅影片咯。總結一下啦，其實咧而家咧國際局勢啦，真係變化得好快啊！好似而家咁樣啦，就中東嗰度咧已經係有一種戰爭咧開始咗啦。如果咧嚟緊啊呢個戰爭咧冇辦法好短期咁樣完結嘅話，大家都要留意下啦。譬如話外遊啊，返香港咧都會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阻滯咁樣，咁真係要小心啦。至於咧我哋之前咧幾段嘅唔同嘅影片啊，譬如咧我哋嘅 ILR 永居申請 Q&A 啦，咁我見到咧嗰度都有新嘅留言啦，同埋新嘅提問嘅，大家咧就唔需要擔心啦。我會咧盡可能咧去回覆啦，同埋整理你哋嘅問題咧，係做多一集 Q&A 去希望幫到大家嘅。咁所以咧就記得要留意我哋嘅新片咯。另外咧，我哋而家咪講緊全球喺度打緊仗啦，都有機會會蔓延到英國噶嘛。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睇埋我哋之前錄嘅另一段片，俾啲 tips 大家，就係如果真係打到嚟英國，我哋有咩可以做咧，有咩可以 prepare 咧。最後咧都要講翻啦，嗱，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咧嘅影片節目咧，記得咧要撳訂閱、按讚同埋分享喎。咁今日節目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見啦，拜拜。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就記得 share、subscribe 同埋 like， 仲要撳埋個鐘仔。仲有，如果大家有啲咩題目想我哋去講嘅，都可以喺我哋個 comment 度留言。多謝。